弟弟才到，我把当时上腿伤过，跌下来把头跌破了，哎，弟弟往哭了一场。弟弟，心痛。弟弟，啊，弟弟，下次再不要去挖子了啊。一塘水湖潮，离声泪呀，丝丝难醉心微，千变万变多风时辰已到，顿挫上路。时辰已到，顿挫上路。弟弟。弟子皇城上。
爷爷。爷爷于病，此子即愈，子子欲归，愿做爷爷。随王发起，且听。这爷爷是总统报开龙井，可为正确的。倘天下人都能自此岂不好了？故那可怜的兄弟，逃亡之意，也不知从何过往便去。太王此天，好大的胆子，外不放你把太太的眼打坏，你不要命了吗你？公公，大公公，也是奴婢打坏的，不怪太阳妹妹的事。又是你，你，公公，也是奴婢打坏的，不怪这弟弟的事。是我打坏的，今日王公我对付私日放传太王此天，还打翻太后也王。你丁太王也是奴婢打坏的，不怪这弟弟的事。是我打坏的，当凡要万事管太太的忘记，岂能是此处心？
此后当以精神为上，索取同情，受得担负。谢大王洪恩，谢大王洪恩。二姑，你为何提升这个满篇古话？奴婢不乖，奴婢自责。你看的是什么书啊？奴婢看的是《诗经》。你能看得明白？奴婢出自一二。那你看的是哪一篇？一篇。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哀伤？慢慢讲啊。金阳人上瓦灶茅塞里，留下了落在故里人凄凉。我的亲国若两里看，十里岂能不悲伤？比起天我在有地早已当多年不归错之中离我一日望尽红尘我为了公归旁见你家中只有一个落三体的子啊，那你怎么能离开他呢？离开我生无断剑，光明来回，民生之苦，王家之
妍妍，这正是你极喜欢的词语吧？得了爷爷的事，就想见到你的爷爷。谢拜望，得了爷爷的事，有何观看？拜望，自动首先。兄妹之情，贵人必恭。堂上天下人不能至此，那就好了。今日来不听我先不等，在公堂回家并非多得很。为我经得起不问，迎着相对扫风雨，经得里也去大王，给太后的娘见好了。在我同志母为何家？是。自来不见什么此事情，为何故啊？他可能因何冤？我与我意云人人真兄亲，我在此明相这地问。奴婢穿越王夫人。你说什么？太皇长病在太后，太后有事奉太子为王夫人。啊！王夫人。
本就太岁之事，就拜托。赵公不必客气，下过理当要老母。对，赵公，方才上你少经女婿等家一层之事，就算上庭了。算数，大家都该为师承立宪，杂夫们也就无话可说了。同追共济，同进同退嘛。好一个同进同退，请。请赵公内部不愿送。放杀圣地身亡尽，子王女儿皆告罄。姓王登基遭死病，vị子可给去世真。好人，老爷，你速去通知各地丈夫，将原来的三省立宪统统改为师承立宪。是愿家贼继承，不愿家贼分离，一律归还。小的马上就去。慢啊！方才得知长安境中有公差黑刀纠正，恐有什么同情，你先去退庭一把，是小人就去。国民别马，大爷在这里听见没有？啊！你就当个狗吧！啊！你想造反，等他验证中未来，最后你损伤。别马！
你的迁怒，我要握掉你的眼睛！滚下去！女儿，莫怪爹爹生气，今你说过多少次了？男女有分，子母有平。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了。前些日子接你爹爹那门亲事，哎呀，女婿年纪虽然大些，可他是本中的父母官呐、不但女儿终身有靠，就连为父我。弟弟听讲女儿送你金水所请，女儿情愿去觐见此天，陪伴母亲。无理，都怪这个奸奴不好！老爷，小人有妖言相报。何事？早安公主推夫人派人兄弟到京城，文书上你写明了，你居住进于侧身，夫人为的非别人，谁为马加奴推光平？是他，是你查清楚了，孤孙是他。哎呀，老爷，千真万确。他昨夜登天曾忘情，必将恩怨诉父身，报信公然地下去死恨。女儿嫁接他，让他们先成亲。这是名头夫人心里之事，这样一来，他是王亲老父母就是国亲。对，有这座天塔靠山，提高沙屋里光水两者，这也奈何我不得。老爷高见，有请小姐，是有请小姐。女儿，弟弟想过了，眼前只有你一个女儿，怎能委屈你？放在弟弟那门亲事，你既不愿也就怕了。为父另外替你挑选了一位，便是府中的推广平。女儿终身踏实，马虎不得，先上君要以成品为上，不能只讲门第。女婿虽然言为嫁奴，做了为父女婿，还能委屈他吗？喏，为父今日准备了一份厚厚的家章。大字给写推光平，连本大理这千金，莫言老夫离你不全做家长总有配。今天便是王法节日，好人快速去准备小姐与姑爷成亲。
好生住在宫门之内，快快是想朝见皇儿娘娘。哎呀，皇儿在哪里？娘娘在哪里呀？皇儿在此，娘娘在此。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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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即将来退。自从平身。自从
后当穷得去后面，情不见大计后果应要也把你乱走起风年，情不见吕后转圈风情风吕太雨落等去见，情不见还情似诉一片片，当今的缘又迎接，几多少生灵独台一天后，可是后宫不掉见，几多少因无君王定天下，皆困断送在于他边。这王儿必是寡人在一起，家别思言情，各乱思良相，先听你是为他换谁计居无言，再别无他人，那么上计暂请卷当了吧。卷当也好，卷当也好啊。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爱卿有话请讲。万岁！公子云哪一个无有心酸，无有悲，真快把头宫女在天牢啊，真快知情过错永分开，人体自有好作怪，这喜欢自理喜剧在宫外，公德无啊
莫相提，家贫无钱你贫，愿世人莫相提，落在地里生怕开，愿世人莫相提，地在皇宫地流浪，愿世人莫相提，12年心地空头。爱情走向怎啊挂得自己哟？爱情像花灯，无功无德，等到这汉色亲自自卫，自己那个唐王的李阳公，都觉得对不起祖先，对不起财民。今日爱情将结婚共用，方完共育，寡人一定下奏发法。忙报应子子嘿。情分便可稍作那些负责了，我弟弟他一定会高兴的。是啊，万岁已经宣发，将天下典妇减免一半，因此以后我要进屋免去你。太好了，我们在宫中能走地的要走，能生地的要生，生也成家也是好的。万岁，虽领导臣神功
这里是河南电视台梨园频道。爱卿，莫为太上公寓上阵啊！启禀万岁，宫外校尉送来一个青年男子，这是娘娘保的，请候推广品选。是。哎呀，唐兄保佑，保佑来人果真是我的弟弟，那就好了。小民对皇帝叩谢万岁娘娘，一生别忘祖。
邓光斌，你进宫申请可以标记自问，无语，可以中原查明之文书，小民无语，可以父老乡亲为你做证人，小民也无语。你精神正言并生，那你凭什么进宫申请啊？万岁，小民实在不知。爱情不必难过，但寡人在仔细地问来。邓光斌，你家哪里？慢慢讲来。万岁，家住在清河中，关金园，今年几岁了？年方18，无足矣。后子与弟弟分开，弟弟他12年上的宫，从此并肩共同杀敌。你可记得与你弟弟分开时的情景？记得，曾记得那个将领关金银，弟弟带我亲弟弟都这样分开的，我也必结绝别意，要跟弟弟到宫里。弟弟当日是怎样吩咐你的？爹叫我从此要听阿不话，莫要把日莫下心。还有你弟弟他将当小烈来自比，讨来米饼充饥，阿不端他米汤水，盈盈接我大头呀西。邓光斌，你可有当为你非黑之草的事吗？有一个弟弟平中我在上，才弟弟既让我去台上，我偷着当过的下子，跌破了脑花碎碎。泪下伤痕永难忘。
我讨弹钢双面，边叫了不还平，到来没讨家，你养为马多努力，不懂苦水难谈土命，刚长今年得定。
老爷，小人过确实不起的。原来是我造福家族，老爷我特地把你送进过去，为的什么？是。哎呀，老爷，倘若国舅出了事，老爷你也没有好处啊。倘若国舅不出事，老爷我平安无事；倘若国舅出了事嘛，老爷我一发无事。老爷，这是为我。对，太王位是万岁宠幸之臣，与国舅情从是战，总让国舅把天插上一个桶，也不为治谁的。到时候他不是国舅的菜，难道还能治老爷我的菜吗？老爷公，老爷公，老爷小到门口多忙东西，以为国舅慢啊，拿去。多谢老爷。先王国帅厉害，到此张贴从容一上，眼睛高力不动。事情贾大夫又率领御林军收复，不发上谷。太光明他当国舅，我是王亲，我是长子，他有灾权。让那些御林军来收复吧。女儿哪里？女儿哪里？女儿，弟弟来了，快请走。弟弟，何事相传？女儿，你让那些刁民诈富的事情发生了，今朝已派人要来捕摸。女儿，快去过去相救为伍。弟弟，你对你养做的事一看。哎呀，女儿，事情说这些话有何用？弟弟出事，你这个国舅夫人有何颜面？就连国舅也难免牵连。什么？连国舅也要牵连？其实连累国舅就是太娘娘她。我要连累娘娘。哎呀，女儿，你想想，国舅是我的女婿，娘娘是国舅的姐姐，我们是一串连枝上的贞子啊！弟弟，这怎么办呢？女儿，世界中心情爱情，人类风尘爱自营，他女你乃言怪节，国舅老爷救夫臣，你找国舅他就得王位将望逃生生，大事一道传下来，弟弟我一再心慌情。女儿弟弟，这是干嘛？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女儿，你总算不念18年为父养育之恩，也要替国舅着想啊！女儿，毕竟你亏下了。国舅为父。弟弟，可还有一东有情。外绕小民头往情，不问外头马脚闹多嘉宾。言语国舅，厅堂前怒破人儿为哪人？
了遗忘，好弟弟完出新冠新光阴，你为我精心爱把过去父，你为我亲自领路与头压情，从今儿到无有苍生自意，夫君恨无用巧面大夫君是子好命苦，这去何后？夫君，妾身好不容易盼到有今天的这事，谁知弟弟他退下。又出了什么事？夫君，你样子吧，今早已派人传弟弟到哦。夫君，你怎么看着夫妻文章，就我弟弟才是啊？这是他是做是受，怎么？你不肯管？光明不能管的，你一定不管？我不能管。光凭夫君，不管你去远程的不门，不给忙去军中，不去斗地，苦你自身不尽忘，长居相思得你，倘若是今早有种求弟弟，你我眼睛不能，莫是看子应手中上去，家村万样要讨你人。夫君，国舅爷，可怜的女儿，可怜的姑爷哦！姑爷不必为难，老夫已决心自首去了。老夫一时本不作谢，这是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姑爷，更对不起头娘娘哦。这话从我说起，实话对你说了吧，今早已要来捕我，并非是为难老夫一人，我为哪个？真公王后头娘娘。弟弟，姑爷，你好糊涂呐！头娘娘才为王后众人敬，老太尉安慰教女俏才吉。我弟弟怎么没有仔细？他们皇族娘娘欧正后宫，姑爷女儿得做参谋。这个真要爱我弟弟吗？他们扎着痛为爸爸病谁娘娘，为不管手本要把王后废。夫君，你看要哪个主意才是啊？夫人放心，他们不管。哎呀，姑爷，你18年吃尽了人间苦辛，好容易盼得国舅的审问，转眼间将要化成水地月影，你还蒙在鼓里不清醒。我那可怜的头娘娘哦，你也曾经历了人间凄凉，好容易熬到真居名扬，转眼间盼着妃儿早死一场，而本身人宫中若是爱
姑爷，你想想，倘若不为特娘娘，咋得如此兴师动众，踏通滚滚吗？我倒会动，找谁去？姑爷，此刻万万去不得。这是为何？姑爷，请快！这是高丽本部的财政大权，上面写着杂志推广品。倘若此个前去寻找娘娘，此事如何稀释得清？倘若大权陪他们走去，岂不要成为加害娘娘的一个把柄？老爷，禀报国舅老爷，府门外来了一队御林军，守在门外，不许人进出，口口声声要说服大人了。姑爷，你想想，御林军本是老太尉统摄的，当着单位逃出一人，何用御林军？为何随查国舅府？为何不许臣进城？回想历朝以来，王亲国妾都是身居高位，满朝文武不管正业，宽上一块。如今老太尉一伙正想非是娘娘，竟没有一个人滚出来阻止哦！谁是无责？不叫忘了，我与我堂到国舅爷台。只怕他们不把你这个国舅爷放在眼里哟！这倒是虽不若不英明门，有才是后宫生会有殷勤。能人委屈救得救，为我最不难答应。姑爷息怒。姑爷，今天等不到老太尉一伙砸到我，无有把柄，也容不了特娘娘一顿好骂。只要娘娘不讲，天的地血郁郁何妨？姑爷，举不过过量，他多了要出事的。姑爷当心，见人功力，当心上身呐！国舅老爷，御林军都尉已经走吗？你要管什么？小子不管教，讲好。他是御用军师，小人者，这是国舅府最不得的。有这，对光明死不了提醒国舅了，还是为马臣吧。参见国舅爷，你是何人？在下御林军都尉，来，此作证，做哪身份？身份是罪，要犯曹通。做那曹通，怎么说到我这头上来了？据报曹通偏在府上，曹通终身在府，天大官司与我国舅爷出事，你们管他不得。国舅爷，莫非有误当之意？便是误当，那么怎样？误当要犯有周亲之罪呀！便是包庇，那我怎么样？此话当真？18年身亡无真故，今天说话要算数。我们有辜负财神，那就由不得你定要随他快滚！李公子，这是什么素材？
国舅父。好啊，你尽管藐视我当国舅父，万这是国舅父，就是那皇甫后宫也要随他，就是我能随，非谁不可。来呀，随。红之师傅为之贼三。立给啥灭？作为爱情之意呢？啥的？哦，啥的？王法殉情，一生恨过去，以爱来方成。那虽说情同曾归期，这怕是早的难保。同一段千军为当光。我听得王儿声到天庭，上面推过就是神，玉万岁上面推过就是神，玉万岁开恩。本无他
起，经不起头起。启禀万岁，贾大夫发晓。臣君将万岁一声，妾身后不发晓。臣借万岁英明，因而朝臣回复，汉舍真心于报，为人岂能不晓？明星自投万岁，先生特言曾理。有闻得未央公王起进来，民兵出进不会，多美多将听心碎，豪情于当也。将寡人孤身为敌，告君威，朝堂中公正所讲，路无交规。今日里不争糟糕，再不去到他这纵情不发，真平配。临侧不应把归落，转归王营临报黑，长征侧望烟灯怒，风雨飘摇我
岁，祝福女子快快下早吧。媳妇，妻夫正当记性短，寡人自从当你万岁！您就正统暂不去，真心换这才此去，就正统心平同儿，用我言语为王儿。我三分痛悔，七分归。第白发是几手爱，我不该这度情爱少归说，别人叫他十八归，我不该这年地里情浓，明儿不念，怀里有年味，我千不该。俺不该，我不该，当王是君爱，为求事情等点。万岁啊，明女中九兄万千，无奈为天下妇女亏，就万岁杨宗顾及穷人两人妻，得把我这几人
头各就吊销，街头各就吊销。进基本，大海金王第二年4月丙辰，年末之交，海藤乡撒奉子率文武百官，进献花素酒，祭奠各具头光明领边，飞虎头功壮平，庆贺关进。年少要望同岁应魂，八官祭奠早夜失身，累酒夜杀相互深草，无负哀哉不为上下，不负退过去，哀哉退过去，境外公。不能死，我要等姐姐来救我。这光凭万不可之情，陪我再拜祭一番。我父退过去，爱妃退过去。今日里满道哭丧国人杰，众人是犯罪杀死难更轻。王回答你私情团，此文所取休之言，劝你莫把王回等。不，我定要见过必对面。王回决难此地来，我不定，姐姐不把天地见。王儿驾到，姐姐救我来了！来，他去领导回到分明。来，假身不当着王位之面，再拜祭一番。哼！
一开眼，我你听我发如面墙，愿真为芝麻香做鸡做文
的情为你的理想的理你的还中归去寂寞。